即係喺香港咁我都未試過，即係有咁即係一班弟兄姊妹咁樣即係按手為我祈禱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唔識講，係啊。有些故事并不是关于战胜疾病，而是关于如何重新学习活着。在人生最不确定的时刻，上帝早就安排了一个群体陪他一起走。这是一个关于同行的故事。我名係林佩儀，咁Pearl， 咁佢哋通常都叫我珍珠嘅。咁咧，我係一個4期乳癌嘅患者，我咧應該係喺2020年7月嘅時候咧就證實咗患咗呢個病，都好突然嘅。不過我又 OK， 即係我都接受到咯。我記得我應該冇喊過，係啦。咁樣但係冇諗過咁大件事咯，所以都好感恩啦！依家2025尾啦，差唔多就嚟5年半啦。咁我依然都仲活着，咁我都好感恩咯。活着對他來說不再是理所當然，每一天都像是被重新賜下的禮物。我以前咧就好急嘅，我人咧真係滾水淥腳咁樣嘅。咁但係病咗之後咧，有啲嘢你急都急唔嚟咯。咁同埋有啲嘢咧，以前我會覺得，仲有好多時間。呢個係真係我好深深體會到，即係因為我唔知聽日我仲在唔在生嘛。咁所以好多嘢咧，趁要做嘅時候要即刻做咯，就唔好等。呢個我諗係喺病裏邊，我真係學習到呢個功課。同埋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，佢可能都係 cancer 嘅，但係佢可能即係患病個期，即係嗰個時間咧比我更短，可能都已經返咗天父嗰度啦。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咯，想我覺得更加珍惜我即係見到嗰啲朋友咧，係啦，依家尤其是總之。依家真係總之有機會就見啦。今天，當人生不再由自己掌控，他開始學會放手，也學會把握每一次相遇，珍惜每一個今天。我教會咧每個月咧都有嗰個《號角月報》嘅香港版，因為我喺香港啊嘛，咁我就個個月咧都去攞一份翻去睇嘅。咁嗰個月咧5月份嘅時候咧，就咁啱嗰個月報裏邊咧就有個廣告，就話紐約暑期宣教體驗營3個禮拜。咁跟住咧，因為我係教跳舞嘛，我喺學校教，咁因為成個暑假咧都唔使翻學，咁所以我覺得假期又 OK 喎。咁跟住同埋我冇印象，我唔知係咪香港好似都冇咁多個禮拜嘅體驗營。跟住同埋佢話一定要手持有美國簽證。咁嗰時我有美國簽證喺手，咁所以咪膽粗粗咁樣咪報咯，係啦。咁因為我最記得要 interview 噶嘛，咁我心諗都得唔得算咯，即係我個心態就係咁嘅。咁我同埋我就覺得好特別咯，係啦。咁所以我就覺得試下咯，一試無妨咁樣咯。所以跟住就參加咗，即係報咗。咁跟住之後就要 interview， 跟住後尾佢收咗我，咁所以我就嚟。其實嚟嘅時候都好驚㗎。因為真係好老實講，16個鐘頭飛機，咁同埋當其時我都仲係病噶嘛，咁所以我都唔知點㗎，真係膽粗粗，係啊，咁咯，所以就係咁樣就認識咗。他原本只是一個想趁我還有能力為神做點事的人，而這個看似很普通的選擇，讓他走進了一個真正接住他的群體。因為我好記得我哋嗰3個禮拜，即係差唔多國星所有嘅，即係總之所有嘅事工咧，我哋都會即係都會去接觸到嘛。咁所以先知道原來哇喺美國呢度咧係好大嘅一個事工嚟嘅咯，係啦咁樣。跟住之後就係識咗好多人咯，係啦，同埋好好咯啲弟兄姊妹，係啦。咁知你香港嚟咧就更加好似唔知，即係總之好熱情咯。後尾跟住翻香港嘅時候就覺得哇，原來香港只係一小部分咯，
係啦，喺呢紐約呢度就好大咯，原來個事工。角聲對他來說原本只是一份報紙，他沒想過這個名字後來會成為陪他走過一段重要里程的群體，在他孤獨時給他擁抱，在他軟弱時為他禱告。係啊，我冇諗過咯，因為我咁耐以嚟咧未試過，即係喺香港咁耐都未試過，即係有咁即係一班弟兄姊妹咁樣即係按手為我祈禱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唔識講，係啊，同埋我覺得呢度啲弟兄姊妹好團結咯，即係俾我感覺係啊，有姊妹仲喺三藩市飛過嚟咧。即係我成日覺得人哋飛過嚟，除咗金錢之外，仲要時間噶嘛。即係人哋冇乜必要咁樣飛過嚟。即係我係覺得，即係嗰種愛咯。喺個營會裏邊都有叫我哋栽歌清晨牧養嘛。咁跟住我都冇諗過我可以堅持到咯。咁我翻到香港之後，跟住其實都有一路都有 keep 住咯。咁同埋我最多得着就係喺呢個清晨牧養裏邊，真係每一次大家分組祈禱咧，真係嗰個力量好大咯。同埋即係大家真係有咩嘢咧，都會攞出嚟講，一齊互相代禱。我諗我喺呢個清晨牧養裏邊，我諗我真係得着咗好多咯。初頭諗住淨係一個參與者啫嘛，清晨牧養，跟住啱啱呢半年啊，大半年開始，佢哋有安排我做主席咁樣咯。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嘅，真係，因為我始終人喺外邊嘛，即係呢個 base 係美國噶嘛，咁但係我又冇諗過我可以即係參與喺其中咁樣咯。即係每一次都有嗰個宣教營噶嘛，跟住就喺宣教營裏邊咧，就認識到一班弟兄姊妹啦。咁其中有幾個嗰啲年長啲嘅啲 auntie 咧，跟住就同我唔知點解又咁好傾喎，咁啊熟咗。咁我今次翻嚟咧，咁佢哋又即係好似當我女咁樣咯，咁啊好開心咁樣，佢哋就即係同我一齊咁樣，咁跟住我就係咁樣，跟住咧就唔知點解佢哋又好熱情咁啊，就叫我你嚟嗰個魚鷹展翅嗰個聚會，咁跟住所以咧，跟住我一翻嚟咧，我又有去 join 佢哋嗰個咯。我諗就算有病冇病都好咯，即係珍惜每一次可以侍奉，可以做所有嘢都係咯，因為即係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仲可唔可以做，或者你可唔可以去服侍人哋咯，即係盡做咯，即係做得到就做咯，即係正所謂啲人話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咯，即係原來唔一定你係喺金錢上邊去幫某一啲人，但係原來即係可能即係聖經都有講，即係唔同嘅，即係大家互相效力咯，係啦，即係我今次翻嚟呢度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好 feel 到，即係每個弟兄姊妹嗰個互相效力嗰樣嘢咯。即係之前我係覺得即係聽就聽得多，或者即係偶爾都會知道咯，但係今次就好入心，就真係互相效力啦，係啦。癌症沒有奪走他的生命，孤單也沒有定義他的人生，最重要的是有願意陪伴的人，因為同行本身就是醫治。感謝你們收看我們的影片，也感謝你們一路以來的支持。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內容，請留言、按讚並訂閱我們的頻道哦。若您願意奉獻支持，也可以掃描熒幕上的二維碼。你們的支持能幫助我們持續服侍社區，分享更多的愛。謝謝你們，我們下次再見。